呃，今天呢是祈愿的第2天课程。首先，要问候国师迦叶仁波切和明咒仁波切为主的上师、祖古们、僧伽大众，还有具备信心的在家男女信众们大家吉祥如意，扎西德勒。那我们接着昨天所谈的内容，那么也就是修心须臾的这个内容当中提到呢，因此如果有很好的方法从今天开始步上成佛之道的话，这才是所谓的精通谋略有胆识的人，同时这才是所谓的一个准备妥当的人。从佛法的角度来说，这就是智者，也就是持戒清净者，也就是一个妙贤尊者，这也就是快速成佛的唯一方法。这就是俱舍，也就是经论，也就是律典，这就是文思修汇聚了一切难行的苦行和力量，能够成就佛果。从律典到密集金刚的一切经典释典，都是众生修行的法门，都是佛陀观待不同时节因缘而说的。所以这是这一段内容哦。所以依照波多瓦大师的一个看法哦，所谓的有胆识。精通谋略有手段是善巧，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认为呢，最主要是指在成就菩提上的一种胆识和善巧哦。所以，如果是一个口头上呢，这个能够说的头头是道，很会说、很会讲的人呢，就算一直到老头都白了，他也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智者。那什么是智者呢？他说，智者是指懂得善恶取舍之道的，而且付诸实践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才是所谓的智者。同时，能够这样做到的人呢，也就是持戒清净的人。那也就是叫妙贤尊者。什么叫妙贤尊者？就是一个好人的意思哦，好人。接着提到俱舍经论律典，其实这些论点当中所讲的内容呢，也不外乎就是这些了。能够这样做到的人呢，就是在做文思修，所以并没有另外的什么样的文思修哦。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一个人他表象上看起来好像在学习思维跟修持哦，但如果我们自己的心还是很顽强，还是充满着烦恼，一点的改变都没有的话，这样算是在做正确清净的文思修，是在做清净的修持吗？并不是的，这不算是清净的修持的。总而言之呢，佛陀正法当中告诉我们所说的一切都离不开修行的，所以每一个法门都是应该修持和去实践的。这一切的佛法都是成佛的方法。虽然暂时次第上有所谓的3种士夫次第的法门，但就近来说，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就近成佛的方法哦。所以，就像刚刚内文谈到，从基础的戒律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像十轮金刚，或这里提到是叫密集金刚的修法，意思是一样。总之，一切佛陀开示的法教，都是一个行者应该放在心上去做修持的方法。
不会有哪些法门说应该修，哪些不用修持的状况是不会有的。所以，我们所听闻学习到一切的佛法，都是你应该去实践修持的法门，无一例外。所以，如果你真心想要成佛，就应该要试着去了解这每一个法门。如果不去了解它们，是不可能达成的。但现在很多人呢，会觉得给予一个简短的开示，或者讲说一部小小的经函，学习了一个小经小论，就觉得满足了。如果觉得这样子就够了的话，那佛陀为什么还要辛苦的3次传法呢？如果说只是简短的一小段开示、一段话就足够了的话，那佛陀为什么还要费心传授84000法门呢？所以其实就是因为知道简短的几句话是不够的，所以才要说出这么多84000法门。一般来说，如果你是想要成就圆满菩提的佛果，就要有一种渴求的心，不要有这样就够了的想法哦，觉得自己不用再学了，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这里不用说成就佛果了，比喻来说，就算是一个铁匠哦，当他要做一个茶碗的时候，他也会知道只有一个工具是不够的，他会需要很多很多不同的工具来制作器皿的。就像这个比喻，所以同样在成佛的道路上，不能有一个口诀就已足够的这种轻忽的心态，不要有像是蛇脱皮一样的心态。这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知道蛇会脱皮哦，它只要时间到了，它就会换这个皮，把旧的皮整个脱掉，留在那儿。这是一种很容易的比喻，所以意思就是说，不要有这种像是蛇脱皮那么容易的这种轻忽心态。所以这里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听闻佛法要永不知足，同样在实践佛法上也是要永远不知足的，要带着这样的心态，持之以恒呢是非常重要的。曾经宗喀巴大师在世的时候呢，他的一个弟子是一位博学的论师哦，请问他说什么叫噶当巴？就是噶当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问这个噶当派噶当巴这个词要如何解释哦？那这位论师的名字我不太记得了，但大师就回答说，佛法当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修行的口诀，这就是噶当巴的意思。那这个弟子听完之后很高兴哦，他就说：“大师，谢谢您，您今天回答给予我很大的启发。”所以，所谓的噶当派，意思就是佛法中的每一个字，都将它放在心上，用来降服自己的心绪哦。能够这样做到的人，就是噶当派，噶当的行者。所以我们在文思修持上都要永远不知足，还有在行善上也是永不知足，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接着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这是内文当中，没有一个是不需要的法门。万法是一味的，就像般若八千颂告诉我们，如果分别自他、轻视他法的话，将会落入地狱。
不要随便批评其他人，因为万法的修持在于心，因此对方的心思如何，我们无法得知。在一个世俗人的眼光来看，对方好像都在做世俗的事情，但他也可能是一个完全没有私心，而一心在做着利益众生的事情的人。当然，也有一些人口口声声说自己在利益众生，但其实都是在为了自己的私利。相对来说，也有些人看似自利，却是真正在利他人。如果你说没有人能够做到毫无私欲的，这是你的心有问题哦。所以这一段是在说什么呢？是在说，如果是亲近修持佛法的时候，如果有一种想法说，我是属于这个团体，我是属于这个传承、这个团体，而分别执着的话呢，这不仅根本谈不上是修行，甚至根本不算，甚至连梦到是在修行都不算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都是无常的，随时都会死亡的。我们刹那刹那，现在我们的生命都在离死亡越来越近。我们死亡之后，一定又会陷入轮回的各种痛苦当中。所以，如果现在不想办法处理的话，这种轮回它只会无止境的延续下去，而这是一定的。因此，现在就应该修持遍知佛果的时候，就是现在，就是当下了。如果你是真的现在就想要成就遍知佛的果位的话，那你要怎么做呢？现在要具备的是一念真实的发心，就是我要利一切众生成就佛果，也就是你要升起愿菩提心哦。现在升起了愿菩提心之后，你也不能觉得这样就好了，就停留在发愿的阶段，这样也不够，你还要付诸于实践。直到你真正付诸实践的那个时候，行菩提心才真正升起。如果行菩提心不升起的话，可以说我们就今生就没有成佛的可能性了。所以，就是我们现在这一念，我真实的我要利一切众生的这样一个发心呢，是可以说是所有你的修行的基础，关键就在这里。而这么重要的一种发心这种愿菩提心，要能够真实升起，它是需要一些因缘条件的，它无因无缘也不会就这样在你心中就升起了。因缘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在心中升起一种和众生没有远近是一体感的这种叫做四无量心要升起。所以接着，如果你升起了四无量心，你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呢？这个人是不会再有自私自利，觉得我要赢，然后伤害别人，别人要输的这种心态，他不会有的。所以这里波多瓦大师他认为说，这样一看呢，现在大概根本没有什么人真正升起四无量心吧。当然，一般来说，外道也有四无量心的修持我们会说，他们透过修持也会升起四无量心。所以，如果不具有四无量心，也就无法证得甚至世间的初禅、二禅，那更不用说什么证得佛果，也都是不可能得到的喽。所以有时候看看现在我们很多人连四无量心都不具备了，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都不具备，却口口声声说我要成佛，这真的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一种情况，所以实在是非常可怜的、可悲的情况。我们看到佛陀在当年也曾经受记说，外道是
无法摧毁佛教的，就是不会受到那种邪师外道所摧毁，是不会的。那主要是被谁摧毁的呢？是因为佛弟子互相之间的纷争，因为强烈的烦恼纷争之下而摧毁的。我想这主要在说的就是僧团的不和合，也就是佛弟子互相之间的分裂。例如说，哦，我的佛法才是如法的，你的佛法不如法；我的法才是清净的，你所说的不是清净的佛法。当弟子们互相之间这样的分裂的话，佛教就会因此而毁灭哦。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跟谨慎的。尤其我觉得佛教现在正处于一种逐渐分裂的阶段哦，就像本来聚集在一起的白云，现在慢慢都在消散中一样的。曾经是佛教是很紧密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小心。如果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持守或弘扬佛教的人，至少不要成为一个拖累毁坏佛教的人。所以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变成一个毁坏佛教的人？一方面来说，要毁坏佛教，要成为这样的人很容易，因为想想我们现在身处的时代吧，这是一个网络科技发达的时代，所以以前我们口头上说对朋友的这种话语，现在呢很快速的就出现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到处传来传去。呃，你看到有的人会批评某位大师，或者有的人会批评某些教派，然后自己英文来说 involve 就是自己也完全的投入陷入在其中哦，好像无法自拔一样。所以平时你可能也没那么执着，但是看多了也变得很有执着，人我教派之分，结果你就变得喜欢跟人争吵，然后也就变成了毁坏佛教的人了。所以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我们更要小心谨慎。总之呢，波多瓦大师在前面这一段，你看到很清楚提醒我们，有一段说，不要随便批评他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佛法是什么意思？佛法在修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面对各个境界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调整我们的心态和观念。换句话说，是你是以什么样的见解和行为去回应哦，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对方的心是怎么样的？对方的修行是怎么样，我们并不知道。但如果自己是一个世间俗人，你就会觉得对方也是个俗人。这是因为你受到了自己世俗习气的一种影响而投射的，所以你见到的一切都是世俗的。所以很多时候不能只看这个表象，有可能你看到对方好像是个世间俗人，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完全无私奉献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这种观感并不可靠的，不要太轻易相信自己所见的。很多时候我们都被自己的这种叫主观的判断会误导的。可能乍看之下是有问题的，但实际上是很好的，没有问题的。其实我们从过去的很多祖师故事中，也会看到这样的例子。你看，像当时那洛巴大师看到的帝洛巴大师怎样一个人呢？是一个在生烤活鱼的人。帝洛巴在生烤着活鱼哦。同样的，我们在密勒日巴尊者的传记当中也看到。马尔巴大师看起来也是一个很严厉，好像甚至很残酷的人哦。他既然会对他那么有信心，完全寄托与他的密勒日巴是那么残酷的对待他，所以想想，如果马尔巴活在现代哦，你看，尤其像，我想他的各种这些
大家都会说，哦，他今天做那个，他所作所为早就在什么微信啊、社交媒体被大众批评到死了。所以这一段是在告诉我们，不要很快的去评断自己看到这种表面的问题，而应该谨慎的去做观察，不要随便的批评。好，接着我们再回到内文。有的人说，看在为了好好修持佛法这事的份上啊，是该有些积蓄才对的。如果自己没有积蓄，就需要看人脸色做事；自己有些积蓄的话，就不需要看人脸色了。这些积蓄呢，就是修持佛法的助缘。这都是没有思维死亡、对法没有确信的一些话。如果没有好好在心上思维意念死亡，修持是不可能有所成就的。如果真正意念死亡，是会感到惶恐不安的，怎么还有心思去储蓄呢？所以这一段是在说，有的人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哦，他们会说，想要好好修行的话，就一定要有点积蓄，就是你的经济条件要好，不然呢，你是无法修行的。因为如果你经济条件不够的话，你就必须要看施主的脸色而活。如果自己条件比较好，就不需要看人脸色了。所以有些人，这些人就会说，这些稳定的经济啊，有些财富啊，是修行的助缘，不是逆缘。有些人会这么去说，这么去讲，但波多瓦大师认为说，这种说法不对的，因为这会变得是一种，哦，好像我没有经济条件，我就没有办法修持佛法，或者我就不会想到修持佛法，就会不会想到佛法，或不会想要修持佛法了。因为如果他说哦，我现在没有积蓄，所以无法修行，那这就有点像，那很有可能这个人就变得一辈子到老都在造恶了，因为他就像我们现在也会看到很多人是这样子哦，他因为一生处心积虑的想要得到积蓄啊，赚钱，就随着他的财富和权势不断的增加，他不仅没有在做任何佛教的事业，而且是不断的在造恶。尤其现在很多人会以为一座寺院、一个寺庙是不是在弘扬佛法，是不是在行持佛教事业，就是寺院要盖得越大越好，或者里面供养的佛像一定要是很特别的比起其他寺院，我的佛像是更大的，而且呢，这个佛像的材质呢，可都是黄金的，都是铜的，是更好的。这都是还用公斤来称重的黄金做成的嘞。这些人还满口炫耀在说，这样子在做事，在做佛教的事业吗？不一定的。真正清净的佛教事业是什么呢？是指自己尽力修持、出离轮回，而且尽力的利益他人得到安乐，这才是真正的佛教事业。那么你要如何做到出离轮回呢？就是要尽力的听闻、思维跟修持佛法。所以闻思修的修持就是真正佛教的事业。如果一个人你不在自己的闻思修上努力，而以为而不断的去比较我的寺院比你的大，我的财富比你的多的话，这是完全是颠倒错误的一个行为了。好，接着我们再回到这个经典，这个文字论文当中有的人说，还活着的时候，这些囤积的食物我来吃，死了之后谁要拿去都可以。
这种说法就是我所谓的贪着此生的人。那些仗着囤积了一些东西而不需看人脸色的人，绝对不会比现在修得更好。为了成就圆满的佛果，再小的困难都应该要勇于接受。就像是购买一个巨大的宝石，需要拿出一些自己的宝石物品做抵押或变卖一样。总之，重点不在佛法的知识有多广博，也不在于口诀有多甚深，而是在于亲近一位好的上师，了悟自心法身。那这一段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有的人会这样子说，他们说啊，我现在做一些积蓄，赚一点钱，那么我生前的时候我自己可以用啊，然后对于修行也是个帮助。或者我的法友弟子可能也需要这些钱，所以他们也需要吃的，也需要穿的嘛，所以他们也都可以使用。那死了之后，我也不会管那么多，谁拿走都可以，反正一切都放下，都布施出去了。所以有的人会这么说，有这样的说法。但波多瓦大师认为这是一个很糟糕的说法，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说法，因为他认为会这样子说的人，就证明了他根本是个世间俗人。会这么去做的人，他就是个俗人。他们完全没有去想来世，然后一心想的都是今生如何和弟子们去积蓄受用这些财富哦，然后想尽办法的去做。世间人不就是这样吗？这就是世间人嘛。如果不是，这不是世间人，什么还会是所谓的世间人哦？但一个心系来生的人，他是根本没有时间去想今生的这些俗事的，他根本没有时间机会去想的。接着这里说，死了以后谁拿去都可以，但谁不是这样呢？本来财富一点也带不走，谁都不可能说哦，我带到中阴去哦。所以死了以后谁拿去都可以，这种说法根本只是唬唬人而已，并不是真的放下了，并不是的。其实现在还有一个很奇怪的情况，就是很多人喜欢说，如果我不死的话，如果我还活着的话，我跟你讲，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但奇怪的是，为什么他们在明明知道自己一定会死的情况下，还要口口声声的说“如果我不死”这样的话呢？这不是很奇怪吗？这也代表了什么？证明了他根本没有放下今生。所以他们会说：“我跟你讲，如果我还活着的话，明年还活着的话，我明年就要做这个做那个，我后年就要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他们会规划做很多这种长远的计划，或者就是 program，定下很多的计划。这其实是在欺骗你自己的，因为你明明知道自己很快会死，一定也会死，何时会死是不知道，但好像装着没这回事哦。你好像还在哄着自己说啊，我明年要做这个呀，我后年要做那个呀。但是这都只是在骗自己，因为到时候是否还活着是说不定的。所以他们心中一方面是想着不确定明年是否还活着，但同时又想着明年一定不会死亡，在做着这样的打算，这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接着这里也有提到，文中有提到，为了成就圆满的佛果，再小的困难都应该勇于接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现在很多人为了成就圆满的佛果，在很小很小的困难都忍受不了哦。但是奇怪的是，成就恶道的这种果位呢，却很努力哦。就是再多的财富，他有再多的土地，他都可以放下供养布施出去，然后还愿意忍受各种的痛苦。他可能这衣服也没得穿，也没什么吃的，然后也睡不着，然后也又冷又热，这些他都可以忍受，他都愿意努力，为了成就恶果，却愿意这么努力。所以对于这样的人，到底有什么用呢？所以这里内文也说，佛法再多的知识对他也没用了，口诀再深对他也没用了。所以什么才有用呢？对他这里说，而是在于亲近一位好的上师，了悟自心法身。这里是这样子说的。所以，佛法知识再多也好，口诀再深奥也都没有用。唯一有用的、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一位好的、具德的上师。他必须要遇到这样的一位上师。这里做了一个比喻哦。如果遇到了这样好的上师，这举了一个例子，例如一个商人，他拥有很多的商品嘛，他为了要保护他的这些财产，他会可能养一只狗，看门的狗。所以如果小偷来了，这个狗呢就会知道，然后就会叫，然后会提醒。所以这是比喻，如果有一个好的上师哦，当他随时就在观察这个弟子的心态，如果一发现弟子有不如法的心态，他马上就会提醒他：哦，你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然后马上就可以提醒、消除他的这种不好的妄念。但现在又有一些说法，有些人会说，哦，这些人说，不用那么急着消除烦恼，如果烦恼升起了，别那么着急，不需要马上去对治的，因为哦，不用那么急着哦，就是马上去消除它，因为呢，烦恼它自然就会消融于空性中。哦，烦恼本来就从空性中升起嘛，那就让它怎么来怎么去吧。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哦，因为如果你有能够安住于空性的能力，就不可能会有升起贪着世间名利的这种妄念的。所以自己是一个被这种利欲熏心的这种醉心名利的一个人呢，从他口中说出“哦，我可以安住空性，烦恼会自然消融”的说法，这全部一定都是骗人的。所以自己没有任何修持，然后却口口声声高深的一些各种的佛法用词哦，这当中一点正法的功德是都没有的。其实都是一些无实的大话哦，都是假的话。所以其实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身为人，尤其是如果你说你是佛教徒的人，真的是要特别注意，就是要反观自心哦，随时观看自己的心。
踏实的去修持哦。所以因为学佛修行，它不是一个好像不是一种虚幻的，也不是那种好像哦自以为是、自作多情的那边做白日梦。修行不是这样子的，它是很切实的向内观察自己的心，这样子你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修行程度为何。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修行人的责任。最重要就是向内观察自己的心，这是最重要的。就像昨天也跟各位分享过哦，就好像你要透过观察才能够发现问题，发现这个病在哪里，然后你才能够对症下药。所以我希望大家把这一点都放在心上。我想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吧。呃，接下来会念诵《菩提道次第祈愿文》。呃我这次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亲自的来到嘎举祈愿法会，但我觉得这个身体的距离不是最重要的。虽然身体不在这里，但是我的心是觉得和大家在一起的，这是重点。所以这次前来的僧俗大众，还有所有的法友们，你们知道我无法出席哦，但你们还是来了，这是这是一件，这让我非常的高兴跟欢喜，因为我常常在想，什么是修行哈？很多人都把焦点放在我的身上，他们会说：“哦，港宝爸来了吗？哦，他没来啊，那我也不来了。”这种想法，某方面来说不错，但某方面来说并不好，因为修行是个人的一个修持，不是为了顾及我的情面，不是为了顾及人情世故的。修行的目的是你要让你的内心得到改变，得到一些利益，完全是你自己的责任，是自己要做到的。所以跟其他人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并不是为了顾及情面而来的。修行是自己的一个责任的，要去达成的。所以这次看到这么多人哦来参加，各位来参加法会，我真的很高兴。尤其祈愿法会有该去祈愿法会，这里并不是我个人一个表演的 theater 一个舞台，并不是的。最开始是由护主卡鲁仁波切和这个护主波卡仁波切他们两位在印度开始了这个祈愿法会。从历史上来看，是第7世法王噶玛巴让炯多杰起建了这个噶谦大祈愿法会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祈愿法会，它是一个历史悠久、代代相传的这样的一个事业。要让这个传统得以延续，我觉得不仅是外在的法事活动啊、念诵仪轨这些，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要延续祈愿，重要的是我们那一念承担祈愿的一念心哦，这是最重要的。我们每天都会翻开大祈愿课诵本，看到这些过去菩萨祖师们的愿力的时候，你真的会给予一种鼓励，自己一种鼓励的力量。你看他们为了帮助尽虚空变法界一切如母众生，是发了多少的悲愿，而且历经了多少辛苦。所以我们读到之后，你会有一种鼓舞、勇气会升起，会觉得，哎，虽然我自己现在烦恼啊问题真的是很多，好像都被压得喘不过气，但好像会得到一种勇气，觉得我应该承担起来，就算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还是要有所承担，有所作为哦。这就是我所说的一种承担的一种勇猛的力量。
这种力量就是让祈愿法会延续下去的动力哦。我们才可能变得跟诸佛菩萨一样哦，圆满祈愿。菩萨是什么？菩萨意思是勇者。他为什么会是一个勇者呢？因为他在利益无量的众生的时候，他无所畏惧。这可不是这么容易的哦。先不用说其他，我们每个人一生中也都有一点经验嘛。我们常常为了一个人，我们就常常费尽心力，好辛苦哦，会这么说。而且这还只是暂时的帮助他而已，我们都这么辛苦了，更不用说菩萨他在利益的是帮助一切众生得到暂时和就近的利益。所以，如果没有广大的发心和这种承担的愿力哦，它是不可能达成的。这种愿力、承担力要如何发起呢？它没有，它无因无缘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们应该要透过去看、去学习过去菩萨是怎么发心的，还有我们也去看过去这些祖师们、大师们他们是如何发心的。你不要把那些故事当成神话小说去看哦。其实你会看到过去祖师跟我们一样是人，他也经历了这种出生，然后生活，然后最后死亡，他是活生生的一个人。所以你这样子阅读之后，你也会得到一种鼓励，说，哦，他也跟我一样是人。如果我自己努力的话，就算不能完全变得跟他一样，但也可能可以差不多。所以总之，希望大家能够这样做到。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